身份去接。阿葉劉，對唔住，我哋上次未傾完有啲嘢，我有2個問題想問你。你變臉真係好叻，你越變越勁，係你越變越勁啊！我都唔知你人定鬼。舊年講聽我講，而家我主場。舊年咧你就話梁振英咧管治能力唔得嚇，冇領袖嘅能力，冇魄力，唔應該做特首。你冇支持佢啦，你然後咧你就跟住咧今年咧突然間你就話你要犧牲自己啊，就話要做特首。跟住咧3月14號咧，温總講咗嘢咧，你就180度轉變啦，全力支持 CY。我想問你，Regina， 唔使咁勞氣，我哋想問傾下偈啫。我想問你咧，係咪去過四川學變臉啊？咁或者第二個問題，我仲有第二個問題。第二個問題咧，你唔俾我答，一陣間俾你答，全部俾你答，全部俾你答。全部俾你答。梁振英嚟拉票我都冇見佢啊，我俾咗你答咋？我會俾時間你答，你聽我問埋個問題先啦，係嘛？你又話我食老本啦，我就唔係今日先至話 say no 嘅，我哋最近一次都有 say no。我知你打尖方案 say yes 啫，你話人侮辱你，然之後你 say yes。你話嚴重破壞行政立法關係，你話不如唔好揾你做內委會主席，你都有好多老本啊 ，Regina， 你都老本咧就係推23條嘅時候，你硬推不顧民意，你仲有一張啊，就係莊豐源案，你當時係保安局局長，點解你唔去把關，讓所啲雙非孕婦咧衝嚟香港？你有冇失責？喂，公民黨仲有冇講下啲和平啲嘅？公民黨告，公民黨你支唔支持外傭居留權？ Regina 講下陳淑莊講真，支唔支持外傭居留權？你講議會嘅責任係，我想問你咧，議會係咪應該要投票同埋辯論嘅？點解喺呢個08至11年，根據天主教監察議員組咧，你有117次啊，你係缺席投票，你缺席仲多過霍震寰啊，霍震霆啊，你缺席仲多過霍震霆啊？點解咁重要啊？因為我要出去幫助市民做好多嘢。你係咪去咗深圳見你個老友啊？做政策研究。你係咪見佢喺深圳見老友啊？你仲多老友啦？定係去四川學變臉啊？冇你咁叻嚇，我哋而家都唔知你人定鬼啊！力量啦，我想問你話你